大家好，我係豬仔。今日2026年7月20號，香港演藝圈傳來一個極度沉痛、極度震撼嘅噩耗。我哋嘅四哥謝賢先生已經與世長辭，終年89歲。佢嘅仔女謝霆鋒同謝婷婷已經向外界證實呢個消息。霆鋒喺社交平台出咗一段好心情、好動人嘅文字。佢話非常遺憾向大家宣布，我的父親謝賢已經離開我們了。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影視與娛樂，希望把歡樂和笑容帶給每一位觀眾。小時候我也曾見過他苦惱低落的時刻，但無論怎麼樣，他始終堅持以最完美的狀態出現在熒幕前。他常說 The show must go on， 表演必須繼續下去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起四哥，想起我父親，不用哭，也不必太傷心，他會覺得那樣不夠瀟灑。我們只要把他那個永遠充滿魅力、充滿笑容的完美身影長留在心中，便足夠了。冇錯，呢個就係謝賢。由出世一刻到離開人世一刻，佢由頭到尾都將瀟灑兩個字演繹到極致。今日我同大家完整回顧呢位跨時代影壇巨星，講下佢出身背景，仲有佢最為人津津樂道嘅5段感情經歷。最後都會分享我個人對四哥呢一世嘅獨家睇法。一、顯赫轉落魄，謝賢家族背景同童年經歷。想搞清楚謝賢點解天生帶住風流嘅貴公子氣場，就要由佢家族背景開始講起。謝賢原名謝家玉，1936年9月15號出世，喺廣州，祖籍廣東番禺。當年謝家喺廣州專門做銀號生意，銀號就係舊時嘅銀行。換句話講，謝賢細個絕對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嘅大少爺。佢爺爺謝坤儀係番禺當地有名紳士，地位非常高。因為謝賢喺屋企8個兄弟姊妹之中排第4，後來戰亂爆發，加上屋企銀號生意一路走下坡，成個家族被逼由內地搬去香港生活。由從前衣食無憂、用人成群嘅闊少爺，變成需要面對生活壓力嘅普通人家。雖然生活環境差咗，但謝賢天生性格超級樂天豁達，仲有幾分大條道理。物質上嘅落差完全冇係，佢心入面留低陰影，亦都冇造成任何心理創傷。謝賢曾經喺好多訪問入面講過，自己細個根本唔知乜嘢叫憂愁，就算冇從前咁多傭人服侍，佢反而覺得同一大堆兄弟姊妹擠埋一齊玩，日子熱鬧得多，仲好有樂趣。佢完全冇因為做唔成從前嘅大少爺就成日怨天尤人。相反，佢好細個就識得適應新環境，讀書成績雖然唔係頂尖，但響街頭巷尾同隔離街坊打成一片，亦都練成佢後世唔拘小節、豪爽大方嘅江湖性格。因為呢段大家族成長經歷，先令佢一輩子極度注重儀表，無論任何場合、任何時候出鏡，一定住得整整齊齊、光鮮體面。仲有佢招牌黑超，呢啲習慣從來唔係做作，只係佢刻喺骨子裏面嘅家族尊嚴同從小養成嘅生活態度。二、入行經過，1952年16歲嘅謝賢正式中學畢業，佢就報考嶺江公司訓練班。一方面係屋企當時確實需要多份收入撐住開支，另一方面係佢讀完中學之後唔想做寫字樓單調沉悶嘅文職，只係覺得拍戲好玩，仲可以日日打扮得靚仔，先至主動報名演員訓練班。雖然當時未能成功入選，但謝賢生得高大挺拔，樣貌俊朗，氣宇軒昂，外形條件極之出眾，被影壇前輩潘炳權睇中，順利加入迪華電影企業公司。1954年，年僅18歲嘅謝賢拍攝人生第一部電影《樓下山水喉》，雖然戲份只係配角，但佢獨特風度同出眾氣質，一出場就驚動成個粵語影壇。之後佢轉投光藝製片公司，真正拉開自己橫跨數十年嘅演藝黃金歲月。生涯裏面主演超過70部粵語長片，代表作包括舊版《神鵰俠侶》、《花花公子》、《英雄本色》等等經典作品。當年片酬更加一度稱霸成個東南亞影壇。1950年代嘅社會，大眾普遍將電影演員睇成傳統戲子，唔係主流，亦都唔係高尚職業。但謝賢中學畢業之後冇選擇安安穩穩做文員、做普通打工仔，反而大膽投身當時地位唔高嘅影視行業，足以證明佢內心充滿膽量，有冒險精神。佢好清楚自己長處喺邊度，亦都識得善用自己優勢。我個人覺得謝賢後來喺娛樂圈屹立數十年，人緣極好，情商極高，一大半原因都係得益於大家族細路先至有嘅廣闊眼界，令佢唔似一般只識照劇本演戲嘅普通演員。由入行開始就對自己演藝路線、個人定位有極清晰規劃。3、萬花叢中過，謝賢公開認可嘅5段刻骨感情。講完背景同事業，謝賢一世最為觀眾津津樂道嘅，除咗精彩影視作品，一定就係佢豐富嘅感情經歷。外界一路將佢標籤做花花公子，生性風流，但謝賢自己講過一句超經典嘅名言：我係風流，但我絕對唔下流。佢成世從來唔濫情，真正公開承認認真交往過嘅伴侶淨係得5個人，分別係嘉玲、蕭芳芳、欣珍、狄波拉同 Coco。今日逐段同大家拆解呢5段轟動一時、刻骨銘心嘅情史。第一段，初戀女神嘉玲。
7年漫長情路。嘉玲係50、60年代光藝電影公司頂級花旦，當年同謝賢係影壇公認嘅金童玉女、最佳熒幕情侶。兩人大概1955年因為合作拍戲相識相戀，展開長達7年嘅愛情長跑。嗰幾年正正係謝賢事業最巔峰嘅時期，年少有為，名氣極大，難免年少輕狂，貪玩成性。佢成日同圈中朋友出去聚會、打牌、出海玩、流連夜場，經常忽略身邊女友感受。隨住歲月流逝，嘉玲年紀慢慢變大，心裏面好想安定落嚟，早日結婚組屋企。但當時嘅謝賢一心只想繼續玩，繼續享受自由，完全冇結婚穩定嘅念頭。為咗逼謝賢長大，激起佢危機意識，嘉玲專門同佢坦白，話當時有一位泰國華僑名叫姚武倫，正度積極追求自己。嘉玲本來諗住謝賢知道之後一定會緊張，會吃醋，甚至主動求婚。點知當年心高氣傲、不懂珍惜嘅謝賢，竟然講出一句超冷淡嘅說話：咁都好，你同佢試下，睇下發展成點。呢句看似大方，實質極度冷漠嘅回應，徹底令嘉玲心死。佢終於看清眼前呢個男人仲未長大，完全承擔唔起家庭責任。1962年，嘉玲果斷結束呢段7年感情。第二年，嘉玲正式嫁俾姚武倫，之後長居泰國。後來謝賢多次接受訪問，重提呢段初戀，全程充滿後悔，坦誠當年自己太任性、太貪玩，親手送走咗一個最愛自己、最適合自己嘅好女人。第二段，三觀迥異才女蕭芳芳，1年多短暫戀情，同嘉玲分手之後，60年代後期，謝賢遇上童星出身、才華滿溢嘅蕭芳芳。蕭芳芳一生上進心極強，熱愛讀書，不斷進修，對自己人生有極高要求，極清晰規劃。但當時嘅謝賢依然維持住玩世不恭嘅心態，日日享樂，四處玩樂，完全冇自我提升嘅念頭。謝賢後來回憶過一件真事，當時佢開車載住蕭芳芳，芳芳喺車上好好心勸佢，希望佢可以抽時間學英文，增值自己，唔好一路荒廢光陰。但當時嘅謝賢覺得玩樂時間都唔夠，根本唔想花時間讀書進修。久而久之，蕭芳芳徹底發現兩個人價值觀、生活節奏、人生追求完全唔夾，最後係蕭芳芳主動提出分手。呢段歷時1年多嘅戀情就此告終。謝賢從來唔迴避，坦言蕭芳芳係第一個主動離開自己嘅女人，但佢真心佩服芳芳嘅自律同進取，從來冇半句怨言。第三段，純愛首任妻子甄珍，3年刻骨婚姻，經歷2段失敗感情之後，70年代嘅謝賢遇上年輕貌美、氣質清純嘅台灣玉女掌門人甄珍。謝賢對甄珍一見鍾情，為咗追到對方，不惜跨海打電話寫信，展開超熱烈嘅追求攻勢。1974年，謝賢為咗守住呢段感情，瞞住甄珍母親，同甄珍喺香港秘密註冊結婚。呢段港台聯姻當時震動成個東南亞娛樂圈，全城熱議。可惜呢段人人羨慕嘅婚姻只維持短短3年。當時台灣音樂人劉家昌一路對甄珍念念不忘，就算得知甄珍嫁俾謝賢，依然不斷主動追求。加上兩人婚後長期兩地分隔，誤會越積越多，矛盾不斷加深。1977年，兩人和平協議離婚。謝賢後來坦言，離婚之後自己曾經一個人開車上山頂，獨自痛哭，足以證明呢段婚姻對佢傷害極深，記憶極深。第四段，模範夫妻狄波拉16年溫暖婚姻。1978年，謝賢遇上年輕貌美、大方得體嘅港姐冠軍狄波拉，亦即大家熟悉嘅拉姑。當時謝賢雖然名氣響遍東南亞，但因為年輕時揮霍無度，投資失手，其實背住唔少債務。但狄波拉從來唔介意佢經濟狀況，只係欣賞佢為人正直、有情有義、風度翩翩。1979年，兩人舉行極之盛大奢華嘅婚禮，轟動全港。婚後，狄波拉專心顧家，為謝賢誕下一仔一女，就係大家熟悉嘅謝霆鋒同謝婷婷。80年代嘅時候，呢個4口之家絕對係香港娛樂圈人人羨慕嘅模範家庭。只可惜兩個人性格都同樣剛烈，主見極強，日常相處摩擦不斷，爭執頻繁，兩個人都唔想日嘈夜嘈，最後變成互相厭棄嘅怨偶。1995年，兩人理性選擇和平離婚。最令人佩服、最傳奇嘅係，兩人離婚當日仲一齊去茶樓飲茶，慶祝大家重獲自由，各自安好。離婚之後，兩人從來唔反目，一路保持極好嘅朋友關係。後來狄波拉再婚，謝賢不僅沒有避嫌，反而大方親臨婚禮現場，全程面帶笑容，為前妻送上真摯的祝福。這在當年的娛樂圈引起極大轟動，港媒紛紛盛讚四哥的風度與格局，前無古人。第5段，全城熱議爺孫戀 Coco，12年深情陪伴。2005年，已經69歲嘅謝賢喺上海認識年僅20歲嘅內地模特 Coco， 兩個人年齡相差49歲。呢段超級反差嘅爺孫戀，當時一出現就惹來全城熱議，飽受爭議，幾乎冇人看好呢段關係。但所有人都估唔到，性格、年齡差距極大嘅兩人，竟然異常合拍，一
一齊相伴足足12年。四哥對 Coco 極之體貼疼愛，不單止全力照顧佢日常生活，仲出錢資助佢去英國留學進修。每一次出席公開場合，四哥都一定大方拖實對方隻手，從來唔怕外界輿論壓力，光明正大晒出感情。一直到2017、2018年左右，兩人先至正式和平分手。而分手原因極之溫柔、極之體諒。當時 Coco 已經30出頭，心裏面好想結婚生仔，擁有屬於自己嘅完整家庭。但當時已經80歲高齡嘅謝賢，清楚知道自己年紀已大，體力有限，冇辦法陪伴對方走完整嘅人生，更加冇辦法給到對方想要嘅家庭同未來。佢唔想拖累對方青春，綁住對方人生，所以主動忍痛提出分手。當時外界傳聞，四哥仲俾咗2000萬港幣作為補償，只希望陪伴自己12年嘅呢個女仔可以順順利利係到屬於自己嘅幸福歸宿。四、風流外表底下嘅真男人擔當。睇完四哥5段轟轟烈烈、有始有終嘅感情經歷，好多人都會改變對佢嘅固有印象。而家網上好多男藝人，只要緋聞多、戀情多，就會被大家標籤做渣男、不負責任、自私自利。但大家認真睇謝賢一世，就會發現佢雖然多情，雖然風流，但佢對每一段感情、每一個曾經愛過嘅人都足夠真誠、足夠負責。佢處理感情嘅3種態度，放到今時今日，依然好值得大家學習，好好反思。第一，真正做到再見亦是朋友嘅最高格局。而家好多情侶夫妻分手、離婚之後，要不就互相抹黑、網上互訴，要唔就爭產、打官司、反面成仇，老死不相往來。但謝賢同兩任前妻甄珍、狄波拉分手離婚之後，關係從來冇變差。甄珍出新書搞分享會，謝賢專程飛去台灣撐場，仲當眾大方坦言：我永遠愛你。狄波拉再婚，謝賢同拉姑新任老公可以一齊同桌食飯，勾肩搭背，暢談自如，完全冇尷尬、冇芥蒂。能夠做到呢一點，足以證明佢喺相愛從來冇做過虧心事。愛嘅時候毫無保留，分開嘅時候真心祝福，胸襟氣度遠超常人。第二，從來唔講前任半句壞話。謝賢活咗將近90歲，接受過數不盡嘅訪問，重提自己5段感情、5位曾經相伴嘅伴侶。佢從來唔會將分手原因推俾對方，從來唔會數對方不是。所有感情失敗嘅責任，佢全部自己攬上身，永遠只會檢討自己，怪自己年少貪玩，怪自己當年不夠成熟，怪自己年紀太大無力承擔。呢種愛得坦坦蕩蕩、散得體體面面嘅紳士風度，喺今時今日網絡公審、動輒互撕嘅年代，簡直係絕無僅有。第三，最深情嘅愛係懂得主動放手。我個人最佩服、最欣賞嘅就係佢同 Coco 嘅分手選擇。試問一般普通人80歲高齡，身邊有個年輕貌美陪伴自己12年，一心一意對自己嘅伴侶，大多數人都會自私留住對方，希望對方一路照顧自己晚年起居。但謝賢唔一樣，正因為真心愛呢個女仔，先至唔想自私佔有，唔想耽誤佢一生。明知自己給唔到未來，就忍痛放手，仲奉上巨額補償，只願對方前程似錦，一生幸福。呢種唔自私、懂體諒、願意成全嘅溫柔，先係一個男人最高級嘅負責任。5終章瀟灑落幕，傳奇永存。謝賢嘅一世大起大落，完全可以話係一本濃縮嘅香港影壇變遷史。就算人生後期歷經起伏，佢依然堅持熱愛演藝，尊重舞台。2022年85歲高齡嘅謝賢，憑住電影殺出個黃昏，成功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一舉成為香港影壇有史以來年紀最大嘅金像影帝。當晚頒獎典禮，全場電影人集體起立鼓掌，掌聲久久不散。呢份殊榮唔止係獎項肯定，更加係成個影壇對佢一生奉獻、一生堅持嘅最高致敬。近年四哥深居簡出，曝光率大減，身體狀況亦都多次被外界猜測。今年2026年4月，仲有網民喺太平山頂捕獲佢坐輪椅出街嘅畫面。但就算年紀老邁、行動不便，佢每一次露面都一定戴好自己招牌黑超，姿態從容，風度不減，從來唔向歲月認輸，從來唔對生活妥協，維持住一代巨星最後嘅風骨。謝賢嘅一生光明磊落，坦坦蕩蕩，敢愛敢恨，敢闖敢拼，賺得大錢，捱得低谷，享受得起繁華，承受得起落差，亦都擔當得起所有選擇帶來嘅結果。由廣州銀號大少爺到歷經戰亂家道中落，再到獨自闖蕩影壇，成為一代巨星，晚年重登影帝寶座，收穫終身成就殊榮。就好似霆鋒所講，我哋根本唔需要為四哥哭泣，因為瀟灑一世嘅佢唔中意見到大家悲傷落淚。我哋只要記住呢個永遠有型、永遠風度翩翩、永遠充滿陽光笑容嘅四哥，記住佢為香港粵語影壇創下嘅無數經典，留低嘅無價傳奇就足夠。多謝四哥陪住幾代香港人長大，呢位風流而不下流、瀟灑而有底線嘅影壇傳奇，
永遠留喺我哋心中。今日豬仔同大家回顧謝賢傳奇一生嘅影片就到呢度。大家最印象深刻嘅係四哥邊一段經歷，邊一段感情故事？你哋又認唔認同豬仔講嘅謝賢先係真正嘅真男人？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同我傾偈分享。